感谢主，互咱伫现在起做伙伫世界圣餐主日，三角来有份做伙敬拜上帝，特别是领受这个圣餐主耶稣救恩的记号。咱基督徒有真侪礼俗，若是平常咱甲看，只不过是一年中一种的形式在进行。但是看重的人，每一项的礼俗，拢是甲伊的生命、甲伊的灵魂、甲伊的信仰有关系。啊，这就在于你我逐个人会领受。所以虔诚的人，伊会认真读经，看作这是上帝应允。啊，凊彩的人嘛是有要紧无要紧，也无差甲一个。不过通常拢是去看重这事的人，伊去感受到上帝实在是真活独一真的神。所以咱伫今仔日圣餐主日，也要通过这个主题上主的见证人，做伙来学习主所发咱的教示。咱大声来祈祷。主啊，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因你听阮，对万人中敬颂阮，成做你的囝子。阮知这毋是偶然，也是凊彩，也是有也好无也好的，是你看重阮的生命，也爱阮的生命，就近你，接近你，甲你相结连，成做你的见证人。主啊，帮助阮学习这个功课，互阮活出一个基督徒荣耀的人生，活出一个有见证主的人生。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伫今仔日有读两位的圣经节吼，啊，小等下咱经文会当做伙啊，伫遐来复习。当伫咱拄则读以赛亚书的所在，特别甲咱讲起上帝讲，恁是我的见证人，啊是我所竞选的仆人。但这两个身份看起来是无啥相像，也毋过，阁是同一款的任务。所以讲，咱是上帝见证人是伊所竞选的仆人。因为第10节耶和华讲：恁是我的干净的，是我所敬的奴仆。那干净的是有任务的，干净是有任务的，爱甲一项代志做好。啊，若做无好，就袂晓干净啊。啊，奴仆的意思是，袂使也要做也毋做，因为你是主的奴仆。啊，所以咱对这个称呼来出发，咱就通看见，咱一个基督徒到底咱的任务甲咱的身份是甚物？因为伊的目的是安怎？讲，互恁知来信我，佮明白我就是耶和华。信啊，佮明白，讲伫我的大声无有受造的上帝，伫我以后也无。伊要互这个见证人清楚了解，而且是完全无有任何的犹豫就对啦。讲耶和华是上帝，而且无有受造的上帝，大声无，后壁嘛无，是独一的，是完全无通替代的。兄弟们，以赛亚先知宣告这个事，是伫当时以色列百姓受掠到伫异邦的所在，是因的信心上大的考验的时阵，是因要得到救，啊咧敲找讲上帝啊，你到底是有影也无影，你是真的也无啦。伫迄个所在，伫遐咧心内咧挣扎，但是上帝透过以赛亚甲这百姓讲。讲你免惊，你免烦恼，因为恁是我所竞选的见证人，是我的仆人。所以，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一个真称职？称职什么意思？是做了足有够的就对啦，做了有对，吼，做了有起的见证人，也是仆人无？顶日我听了一个牧师的一个讲道的这个影片，吼，啊，伊咧讲有一位。我那经过人生的大风影，拄啊信主的啦。啊，伊信主了，当然第一代基督徒心内足火热，啊嘛心内足欢喜，讲啊，我哪会遐办得认捌主耶稣？啊，所以就问这个牧师啦，讲
咱信的这个耶稣遐厉害，遮尔有能力，遮尔好，是为何基督徒遐少安尼啦？用啥基督徒遐少？伊的感觉是讲，我好不容易信耶稣，若较早毋知偌好诶，都无人甲我讲，安尼意思咧讲，啥教会遐少人？耶稣都遐尔好，这个产品遐尔好，啥无人要接受？所以这个问题，你讲是出自上帝吗？因为若是照圣经互咱的理解，上帝是全能的，伊要成就任何事拢会当。但是讲伊会成就任何事，但是若无人做，伊就无要成就。伊是要透过人来成就，特别是伫地面上，咱所接触的人群中间，只有要爱你做伊的见证者。若是见证者无尽职，当然就无人知影耶稣基督就是遐尔厉害，遐尔有能力，遐尔好。这才是值得咱做一个基督徒的，无论是你初信的，还是你已经信主几啊代啊，你有去想到这个问题无？还是咱个礼拜照常，逐礼拜自自然然就来，一礼拜过一礼拜，这真正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咱讲有反省能力的人，爱去想这样事。所以，咱第一来确信，福音的权柄大能是对耶和华来，因为十一在讲，只有我，只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无救主。到世间都敢若独一的这个专利，就是耶稣基督，但只有救主。除了我以外，都无啊。啥呐？咱无甲这个上介好的产品、上介好迄个救恩来介绍互人呢？这是因为咱的确有甚款教导错误，是咱家己的认知有差别，是咱理解上无清楚，所以是咱大家要伫遮来得到学习的，因为。这个圣经43章12节，甲咱讲，咱会对上帝得到帮助呢。那安尼就是讲，你有愿意无？你有接受无？你有爱上帝帮助你来做这事无？我捌指示，我捌拯救，我捌光明，搁伫恁中间无有别样的上帝，所以耶和华讲，恁是我的干净，我就是上帝。这百姓伫异邦的所在。若毋是经历了上帝的拯救，若毋是经历了上帝的保护，老早就消失去啊！所以迄个干净，迄个罗卜的积分，伊的关键伫倒位呢？毋是只干那知那定，是伊家己出世入活，伊家己对土地中受拯救，伊家己去经历着迄个生命的转变，这款的见证才有力。安尼，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爱去思考，我有这款的见证力无？我有尽到我这个仆人的职分无？因为上帝要显现伊的大权能，这个权能就是要伫你愿意接受的人的身上。所以19节讲，看啊，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当得发现你兼唔知嘛？这段是咱拄则读的经文，经文的相关呢，伊就是咧讲起，伊有法度通做这事啦。伊讲，恁兼唔知嘛？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意思是，咱看作无可能的事，咱世界人看作违反自然的、违反人的这个逻辑的。违反一般人的经验的，上帝拢完全要甲翻盘。真的，伊有大能，伊有气力，伊做这个代志，你做袂到，你甚至认为无可能。但是伊要做，伊讲我要伫旷野开道路，要伫沙漠开江河。对伫这个当时以色列百姓来讲，已经亡国啊，已经无家己的国家，但上帝要讲，互因搁倒转去，这就是咧开江河，这就是咧开道路。兄弟姊妹，你敢有你的人生的中间，互耶稣基督的救恩，
互你看起一个新的道路咧开咧。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你的职场、你的家庭，你有看见耶和华的权能伫你身上显明，然后你伫沙漠中来开工好无？圣经继续讲，20节讲，山里的走兽要尊重我，山狗甲鸵鸟也要安尼，因为我互旷野有水，互沙漠有河，通互我的百姓我所讲的啉。这拢是出伫所有咱袂当有了上帝亲自的成就伊。你有去经历到沙漠中间、旷野中间迄款的欠缺无？大家人拢有啊，吼，有的是时间真长，有的是一时阵。但是你有去担着这个耶和华所带来的权能，互你有江河，互你有道路，互你伫山野的所在有水通啉，你就会当完完全全无有保留的见证上帝。啊，不过你若无经验着，你讲我空嘴保子讲无落来啦。咱真侪基督徒就是伫温点的中间，啊无去感受着，无去担着迄个温，啊所以你讲我的老爸有听我无？我都唔知咧，无感觉。我的老母有听我讲袂出来。爸母遐尼听你，啊你竟然袂着，啊上帝遐尼听你，你讲感觉袂出来。啊，这就是咱今日是基督徒见证人甲仆人上大拄着迄个瓶颈，咱迄个障碍。但见证人甲仆人的任务是甚么？就是讲，我家己亲自经历上帝，你家己有经历到啊。第二，你有迄个任务的使命感，仆人是有任务的，仆人一天爱做偌济代志，袂使讲我今日无爱做，明仔载我要放假，无啦。仆人就是完全遵坦上帝，遵坦主人的命令的啦。啊，所以仆人是遵坦顺服的心。因为伊家己知影家己的职务是甚么，啊，你要哪见证呢？你若是经历，就是你爱用你的生命来活出这个见证。用嘴讲可能小可有效啦，但是你讲袂出心款，因为只有生命才会来。你活出你的生命，你的行做，你的作风，你的每一天的生活的见证主。所以，咱常常真侪的老基督徒，拢会互牧师也是一寡资深的，才长辈的挑战咱，挑战咱讲，你到底是毋是只敢是礼拜日的基督徒？礼拜日来到圣殿，看起来，有成基督徒，行出礼拜堂，甲一般的社会，五色人拢无无相像。那安尼的话，这是咧甲咱提醒啦，毋是甲咱考试吼。也毋过，这互咱警醒呢，就是讲，我到底行出去伫一般市面上，我人生世事的中间，我伫所有的我的同事中间，什么款式互你看出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是一个互上帝所拣选的人，你是一个有任务要传主的福音的人，因为你是见证人嘛，你是伊的仆人，你无家己。要行别条路无啊？你就是爱做，毋则是真正是见证人。所以咱领受到圣经的话时阵，有时咱甲读过，读过就影过就过啊。但是你若看，甲伊慎重其事，你甲看重迄逐句话拢对咱来讲拢是挑战，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咱了解咱的身份，每一个基督徒受呼召，他。你要做见证人，你是也上帝的仆人。咱若来对照着拄则读的另外一段经节，新约马可福音，咱能够较了解，你到底有真正受呼召无？还是这个身份一个广告落去，咱还阁茫茫渺渺，是讲这个甲我无关系吼。迄受呼召可能是牧师啦吼，无遐红选着的长老，甲我无关系安尼。耶稣伊的上帝国的目标是真清楚。马可福音1章14节讲，约翰受了后，耶稣就去加利利宣扬上帝的福音。
耶稣伫世间已经30冬啊，而当时迄个时代应该是一个足成熟的成熟的查甫人啊。那一般的人应该是娶某生囝、建立家伙啊，所以伊毋是随随便便出来，伊是完全成熟，然后伊伫约翰惊死约翰受掠，伊就开始伊传福音的生涯。伊传福音的日子差不多3冬久安尼。但耶稣安尼讲时机到啦，时机对无？时机的时阵临到，迄个代志就要成就。时机到啦，上帝的主权得要实现啦，就悔改信福音。时机到啊，主权上帝的权柄，上帝立例，上帝的规律要临到，所以咱爱悔改。耶稣是对这犹太人传福音，讲因都爱悔改。有时我想到这句话时，我嘛感觉讲，毋是干那迷信者爱悔改呢？咱这的老基督徒，咱若对主的教示无清楚，咱所做的事无照着上帝所予咱的交托，咱嘛就悔改呢？因为咱无照上帝原来的交代啊，所以基督徒老基督徒搁较爱悔改呢，毋是干那遐迷信者呢？迷信者是该悔改的信耶稣，咱老基督徒是悔改来尽着见证人甲仆人的这职务，若无讲空坐位啦你空接土地安尼，那主耶稣安尼护掉伊的门徒啦，护掉伊的门徒。伊大圣伫加利利选着两对兄弟，是拢咧掠鱼的因为掠鱼的伫当时的加利利较好接近啦。咱来做事山野四过去毋过掠鱼你一定爱靠岸，对毋对？掠鱼你爱入港嘛。所以咱讲耶稣伫迄个所在长等你船驶入来都拄会着那这是咱讲的一个旁话啦，就是讲上帝伊咧听咧呼召的人，毋是圣经这个人有偌才调。这个人伊到底伫社会地位身份是甚物？伊就是要竞选一个上界普通的人，成做伊的重用的门徒。这两对兄弟，一对是西门甲安德烈，一对是雅各甲约翰。后来拢成做耶稣上要紧核心的门徒。那马可福音19:16节安尼讲耶稣对加利利湖边经过时，看到西门甲伊的小弟安德烈伫湖里底拍网，因为因是掠鱼的，因是掠鱼的。咧拍网是掠鱼的，表示这两个人是伫工作中啦，毋是坐伫遐无代志，也是讲待业之中无头路。伊是拄好咧认真拍拼伊的头路呢。但是耶稣讲：来，你来对我。安怎呢？结果是甚物？讲因随时甲帮帮呢，去对耶稣。咱毋想讲掠鱼都也无甚物好事业啦，阮细汉的时阵阮的时代拢讲，你若毋读册，后摆就去做讨海牛安尼。所以知影讲掠鱼无好事啦，掠鱼实在是足艰苦，风险足大。但是呢，对于彼得因来讲，因做这个头路做了足熟的，做了真好上无会当互家庭温饱嘛。但是你甲看，耶稣呼召因的反应是猛放咧，伊无声的工具就放落去对耶稣。同款，主呼召雅各甲约翰，马可福音19:19节，伊讲行无偌远，意思是可能彼得因伫遮咧掠鱼靠岸，然后搁另外搁行无偌远，搁另外一个港湾有看到西比泰的囝雅各甲伊的小弟约翰伫船顶在整理网，因嘛是咧整理因无声的工具，因为掠鱼迄个网是上要紧的，网整理就是爱看有破去无，若无网拍落去，欢喜甲哇游到最后。
漏网之鱼呀，鱼啊就走无去啊，所以甲网保护好，嘛是伊真认真伫伊即份内底呢。但结果是啥物？讲伊随时呼调因，随时的意思就是讲吼，无准备的，也无人请人去秃头，拢无啦。哎，恁两个哦，就甲因呼调安尼。你看因两人搁较无简单，因就将老爸甲老爸吼，摕西米台，甲请的工人放伫船顶，对耶稣记。这份就是一个故事的描述，一个场景的移转。但是你敢知影讲，迄个心理，迄个心灵上的改变，讲空会帮的要对耶稣，这若毋是圣神的工作。耶稣伫当时也无出名，耶稣伫当时也无互人感觉讲伊有甚物款军队的理由啊。毋过，咱要对照着上帝呼召咱做伊的仆人，呼召咱做伊的见证人，来对照着。西门彼得因兄弟，雅各因兄弟，因受呼召的时阵，因讲就放咧，甲伊正直放咧，来做耶稣的学生。所以西门甲彼得西门甲安德烈受接纳、受调了后，因就甲网放咧去对耶稣。雅各甲约翰受调了后，因就将老爸西米来甲请的工人放伫船顶。对耶稣，所以兄弟姊妹，你真清楚知影，你真清楚知影，你来做基督徒，毋是人生中间百外项的选择中间一项，我来选择做基督徒，安尼毋是。请你会记得，耶稣呼召你是万人中竞选出来，就亲像伫加利利亚遐侪讨海人，上帝的圣神感动了西门兄弟。感动了雅各因兄弟，所以当你受调，你若了解你的身份，你若了解你受呼召的职务，你若了解你伫耶稣基督目睭中看的这份，咱基督徒就无遐尼啊凊彩。所以基督徒受呼召的意思是啥物？受呼召的意思是啥物？基督徒受呼召。我想毋是这个啦，毋是来啉茶聊天啦，绝对毋是安尼。看圣经内底有叫咱讲耶稣呼召咱来啉茶，甲来聊天就好。咱受呼召，嘛毋是干来聚会听道理尔呢。这是基督徒自执的一个方式，但是毋是任务。这是咱的义务，但是任务也未做。咱嘛毋是只是读圣经灵修，我感觉讲我做一个基督徒偌快乐，我感觉做一个基督徒吼偌有成就感，我一个得救的灵魂偌好，所以我只有期待有一天准备要来入天堂。顶礼拜咱有听见张茂松牧师甲咱勉励吼，又特别讲到这段，伊讲基督徒你这个时阵受呼召信主，你就准备要上天堂啊！伫这世间拢无啥代志通做吗？那既然是安尼，咱一定较知影讲呼召基督徒来信主，基督徒来悔改、来接受主，就是开始受呼召的开始。所以耶稣基督伊宣告这个权柄耶稣基督宣布伊个权柄。伊讲耶稣对因讲：“来对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掠鱼的得着鱼。”所以彼得因兄弟也是雅各因兄弟，伊受调的时阵，耶稣就讲：“恁要甲原来掠鱼的职业放来，但是我要互恁得着人，比掠鱼的得着鱼趁钱，你得着人是要得着灵魂。”你要得到迄个生命，迄是完全无共款的赞助啦。所以受呼召的时阵，权柄就伫你身上啊。耶稣基督的权柄就伫你身上，所以咱能理解到耶稣讲这句话，咱有讲过几啊摆，得到人就是传福音嘛。敢有困难？耶稣讲要亲像掠鱼
的人得到鱼。安尼意思讲，我掠鱼是我的职业，是我的工作，是我的一种本领，所以掠鱼就是上简单的事啊。若讲无简单，至少是我会晓会做的事啊，毋是一个无可能的事啊。你讲亲像一个熬煮食的厨师，伊讲煮袂出一盘菜，迄要互笑死个。你讲一个裁缝师啊，做一领普通的衫袂晓做，迄无可能的事啊。啊，意思讲，你咧做你的专业，你咧做你的专门。耶稣讲，你若会晓掠鱼，但我呼召你，我官兵予你，你是要掠得到人啊。所以彼得的专业是掠鱼，所以呢，伊若是传福音，也是共款，因为上帝予伊官兵，予伊这个官兵，所以无应该是困难呢，伊有上帝官兵甲能力。但是这个官兵甲能力，唔只干是伊有属灵的官兵哦，伊搁较着爱去受操练，受操练。这也是为何耶稣爱3冬久，甲这学生带伫边啊？咱若讲，咱去咧参加什么课程，来点半钟，就足久啊，2点钟就开始咧旋来旋去啊，坐袂掉啊。若讲规礼拜，哇，不得了。咱真侪同工中集真甘心的，定去参加研习会，一届3天，对早起7点出门，到营业10点才回来。但是耶稣培训这学生是24小时啦，当然唔是讲6点钟拢咧讲啦嘛是爱困，但是伊是生活做伙。耶稣用家己的性命，用家己的所有的行做，成做一本活活的教科书。所以训练这学生，也毋过你拢知影，这学生到耶稣死个活，阁是安尼阁是无成才，对毋对？因为栽蒙栽都无开力的，所以耶稣讲，恁爱伫耶路撒冷听候，听候圣神临到恁，恁就要得到能力，然后才通去普天的传福音。所以。咱咧先理解讲，上帝呼召咱做见证人，咱做伊的仆人。咱先理解讲，咱唔通甲看传福音是一项困难的事，因为迄是上帝的权柄，福音是上帝的权能啊。你无将这个权能出来，你科技的办法当然做无效啊。所以传福音要安怎亲像彼得在掠鱼遐尼轻省呢？咱以往对咱所在有真侪传福音的方法。做见证人的这个职分有的是策略性的福音事工，这是叫做国度性的、文化性的，这是较有规模，而且是安尼投入各种的能力的财力、人力，佮有一个机构佮组织的。所以你甲看，咱台湾伫最近这20-30年来，足用心在做医疗团队，在做地宣，在做教育的工作。100多年前。英国的宣教师来到咱遮，嘛是咧做这种工作。伊这是爱有组织性的，有专才的。咱教会嘛有咱教会的同工兄弟，有的是医师，有的是护理的，有的是一般的这专业的。因就志愿一年奉献1礼拜、2礼拜一摆去到东南亚，去到偏僻的所在，在做医疗团队。伊这是一个文化性的、国度性的事工，因为你有迄款的专业，所以互人领受到，伊感受会到的。所以去到弱势的国家民族来做宣教，所以咱甲看，伊这是较属于迄个国度性的宣教啦，有去到阿卡族啦，咱有这马偕北伊去到南亚的所在啦，去泰北啦，去泰北去传福音这拢是当时因翕的相片，伫迄所在建立教会安尼。伫遐教这小朋友，互因认捌，若是一寡基本的知识，包括卫生的知识，这拢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这是较有组织性的。但以前咱较有捌拄到是迄大型的布道会，咱看咱伫30-40年前迄甲里汉博士的布道会，哇，全台湾外流这个。首先咱早一代咱的会友印象上深的，就是当时
伫日本时代有一位宋尚节博士，宋尚节博士伫日本时代来到台湾3场的报道会，迄是咱台湾教会复兴第一波足大型的复兴啦。伫台北、伫台中、伫咱台南，迄就是有上帝特别恩赐的报道家，伊讲报道成是安尼，好像讲足一个风潮安尼就对啦。咱台湾进前嘛有一个孙大成博士来办报道会，拢爱几万人的报道会这是甲李汉博士伫迄个蒋介石过身了后来咱台湾报道的经过，即个图片旧旧这是当时足热热，搁咧落雨，伊伫迄所在咧宣讲这是孙大成博士伊的宣讲这个是较属于一种大型的报道会。后来咱讲，报道会是真热热无毋对，但是后壁要收割，后壁割资料要跟踪追踪袂出来咧。所以后来嘛有检讨讲，可能咱的社会的氛围文化，报道台话开始较无法度，因为无有一个跟进嘛，所以慢慢有人开拓什么呢？街头甲个人的报道啦，像三福个人的报道。哇！咱的母会东门教会，我会记得伫迄个王明任牧师的时代，因足认真的，所有的中级拢爱来操练一礼拜的三福报道呢，拢会晓福音讲述我找到一个青疏人，我拢对头到尾讲甲互你讲要接受耶稣，哇，足用心。有的人是冷门的报道，冷门的报道，有的是街头拄着人就报道，有人去火车顶传福音传单来报道，这也是一种见证人的方式。咱无讲这个是好甲歹啦，咱是讲会当得到效果，迄就是好的方法嘛。咱知影讲，咱咧做生意嘛是共款，有诶用广告甲广告为足多，趁着多无毋知，但是有诶人是讲用迄个个人传销诶。拢无咧广告，人伊生意嘛做啊足好啊，所以迄个方式毋是好甲毋好，是有效果无啦。这有诶时阵才有成果，但是有时无法度抓到迄个重点。所以慢慢经过遐尼多诶传福音诶模式了后，开始找到一种新诶模式，叫做关系式诶报道。对亲人、对厝边、对同事，所以。咱有时透过细胞小组招朋友，讲咱来小组，因为人少少人少少讲话讲会着，关心会着，招呼会着，伊又是一个对焦式的，对这个某某人，我是甲伊有产生一个关联的，毋是讲牧师直接讲，到底你有信无？你有信无？你有听无听？我无人知就倒转去伊真清楚知影你这个人。这个人是甚物款身份、甚物背景、甚物家境，拢知影，所以我关系式的报道。所以咱细胞小组有引出真侪人信耶稣，有咱教会嘛有新人关怀的事工，因为伊逐日来到教会，咱毋通讲哎呀，无要无紧，凊彩搁倒转去伊会来教会，的确有动机的嘛，的确有原因的嘛，无随随便便来的嘛。以早咱台湾伫迄个美元的时代。有人来礼拜，虽然伊是为着要得到一桶米粉，是要得到什么物件，有动机，但是伊来你都爱，互伊毋敢得到米粉，甲得到遐个救济品你也互伊得到福音无互伊来，搁转去，所以即款的关系式的报道，慢慢就是有对焦，袂讲清菜就对，遐尼是话。那既然是安尼，这也是为何咱的教会现在咧推动幸福小组的原因。咱是要甲上帝的见证人、上帝的仆人的身份，耶稣讲你去普天的传福音，用尽各种的办法来甲运用，感觉讲这个方式真下咱现时现地，现时咱台湾的文化。所以，咱团队做这些的报道安尼来，所以咱透过福音地会，已经是一摆福音地会，招朋友入来教会，袂歹
但是无刷落去啊。所以咱甲讲，无福音地会甲化做7、8届好毋好？一摆一摆甲度、甲提醒、甲分享，互伊感受到即个疼。这就是幸福小组。咱的教会现在咧推动幸福小组，目前积极进行中。真感谢主，我看到这个同工，因伫咱的群主咧回应的时阵，心内是足感动。感觉讲啊，因遐无用啊，遐尽心咧做这个代志，使互人感觉讲，因有去谈到福音的滋味啊，有去感受到福音的大权能迄款的快乐啊，又感受到人对你一个初初受邀请来的，啊，伊的心内产生热情，产生渴慕。伊原来面安尼啊冷，感觉讲安尼心内忧忧愁愁，但是要转去的时阵，充满着笑容。迄款的快乐，迄是一般的物质所袂当得到的。啊，所以这是我伫网络随机下载吼，才会因最近这2礼拜所咧进行的相片啦，吼，的相片。啊，我昨昏呢有甲咱其中一个小组的同工，我甲因讲，请恁唔通心内还未曾做了，就想讲啊，到底有人要说你无？吼，唔通甲这个业绩当作是你唯一追求的目标。我就是你8摆分享了啊，你尽你的本分，尽你做见证人的身份，尽你做仆人的身份来宣扬这个福音。无人签名要说你，但是我相信，你8摆你尽忠来做，这个参加的兄弟，这个 best， 这个朋友，伊至少袂对基督教、袂对基督徒产生歹印象。你想会袂？我真心甲你款待，我甲我的疼分享互你，然后讲，哎哟，恁基督徒有够歹，袂啦。这个所讲的亚正字就是啥？因为咱甲基督徒画出迄个荣耀的款式，迄个祝福的款式，放伫这个人的心内。所以有真多已经办过足侪期的幸福小组的教会，因咧做见证。有可能是伊有主动，有时可能伊时间还未到，但是当上帝的讲到的时阵，上帝权能到的时阵，因自然就来接受主。那你姊妹，是不是你愿意成做上帝的见证人呢？你愿意受呼召做伊的仆人，亲像西门彼得因兄弟，亲像雅各因兄弟，愿意受差遣，讲我要为主来传福音呢？还是你犹原搁停留伫感觉家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得灵修快乐，啊，我家庭平安，安尼就够呀？这是你的选择，但是耶稣基督讲，你来对我，我要宣扬主的福音，恁就信就悔改，这是耶稣给咱的交代。咱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因你差遣阮受呼召，要传扬你的福音。我唔是只个要成做一个互人所会当尊敬阿乐的基督徒，阮更较爱成做一个你的仆人、你的见证人，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阮要通过圣餐来纪念这个救恩，也就是要把这个救恩福音的好处、福音的权柄来传予人。愿你带领阮下面的时间，互阮领受这个祝福。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